死丫头，你要死了！洪贼八呀，无事些什么？这刘奶奶听见了，当心急了你的鼻。林妹妹，林妹妹，林姑娘在这里呢。二爷，不用不用，我早就叫你们灭了这些首领。你叫林妹妹，你叫我要你时时叫上林妹妹，我要你时时陪上林妹妹，我要你叫彩虹上九天，好运妹妹。
不知道你在这里。哎呀，这样幽静的书人，我也喜欢。大姐姐叫我们做事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你了啊？我是胡乱地做了一些，记出来了。做这样的事，真是逼出了我一身汗来。啊，真没意思！闹了一整天，就是口头营里请安谢恩，这是故宫送的虚文说理，真把我也烦死了。你就忘了刚才娘娘说，今后还要你多读些八股文章。好用中要助你，如今你说这些话，也不怕辜负了天恩做的，什么了还没苏醒。林妹妹，你有何可当劝我呢？提起了还没苏醒说，我心也歪，耳也聋，可叹我生在这门功夫家。是不玩少聚上，临近杀戮做过梦，也不顾了我这苦子睡梦。羊羔美酒饱汉服，也不顾填了我这泥沟门苦。生来这富贵两个字，真是把人来糊涂。罢了，你再这样混说下去，却被人听见，又当着鸡瓜事，信息挖去也不太好。猜到句句耳朵里，大家又不得亲近了。好了好了，林妹妹，我盼你再次说一说，压着铁棺材上清醒梦。你只要在这里，就老老实实坐一堂，就像那蜜糖转在身上。我起来娘你，我也起来。我去了，我也去。你呀，真正是我命中的梦醒。老祖宗，这里离远门近，就在这里歇歇吧。好吧。老祖宗最好，老太最好。老祖宗，咦，好兄弟林妹妹，刚才老祖宗我要叫我去寻你们呢。宝娘来，林丫头，林妹妹，来。方才一只眼就不见你们两个，却是躲在这里。唉，这一天是够累的了。可惜嘛，你们也受想细细吧。秀鸾，到外面去看看小子来了没有？好用一天人莫打把娘娘亲，空是人不留啊情，至今冯家为乱去，大观园更觉冷清清。哎，
们听听，凤丫头这张巧嘴呀，真正叫人恨于不死，爱于不死。凤丫头又能过又会说话，倒也替他让替老太太家过门。哎呀，我是上这呀，又有多少了？林妹妹、宝妹妹，我有一件好事要告诉你们呢。什么好事呀？老祖宗，我听你说了。好嫂子，你快说呀！刚才娘娘说，这大观园啊，他是准备心情用一天就封起来，不叫人进来。岂非顾不了园中的景致，故而命姐妹们都赶进来子女。哎呀，这可好啊！大观园碧红的彩，好风光，姐妹们居住真人相伴，从今儿花儿生香，留多子。老祖宗难道是把我骗一旁？哎呀，你急什么？你是与姐妹从中空长大，怎为少女这文思无光？好啊，从今我心怀一朝无失去，和姐妹们对唱一花出自才名，赶紧下集吟诗作画东欢唱。宝娘，你和姐妹们一起搬到园里来时，可不能太到气你。哎，林妹妹，你喜欢是哪一次好啊？是啊，林丫头，爱是哪一次这管跳来？老祖宗，我爱这红衣深深迎墙，我爱这龙吟细细送雨香。这可好了我的心意。哎，林妹妹，我也想叫你在这小相馆子里。老祖宗，我爱那一脚老药没人教，我爱那花朵芳芳女儿胆，那园中一家人通宵香，好与妹妹进来玩。好，宝娘，那你就自在你不远。是林丫头，你就自在这小香馆。是。哎呀，为我们的宝丫头你，宝丫头，你爱是哪一次啊？老祖宗，园中此次好风光，听听老祖宗总是好，宝丫头，那你就自在后无缘吧。多谢老祖宗，我们老祖宗啊是这样生子生女的。宝妹妹，你住在这里就像自己家里一样，往后不必拘束哦。是啊，宝丫头，来，宝丫头，你来了，我也将等我外甥女儿一样的等你。往后搬到园里来住，上什么阵上？这过后你姨妈凤姐姐去要。我们家里呀、有的是皇上恩赐的喜欢之物呢。你提着喜欢之物，我倒想起来了。老太太，
我们在金陵早就听说，宝玉一路宝胎，这里边一上一块，我才金陵的喜事宝玉来。如今来到这府上，还未曾细细的看过你。宝兄弟，能不能让我们上去上去？宝姐姐一马轻快。姨太太，这块肉可是宝玉的命根子呢。莫说莫妨，细水恒长。哎呀，这两句话和我宝丫头经书上的倒是差不多呢。哦，宝姐经书上也有事，让我也上去上去。不过两句千里话罢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你怎么夸我的呢？我也要夸。宝丫头，你就去他看看吧。是。林妹妹，来，不离不弃，芳龄永结。哎呀，我听这经书上的两句话，我宝玉身上的八卦事，好像是一对女是啊，你老太太就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回去吧。回去你来了一天也该回去歇歇了啊。送老祖宗。老太太最好。好。
我把你找来了。好，拿来。哎，那《西厢记》。二爷，对不对啊？对。那二爷，你应该赏赏我了嘛？明天赏你1吊钱。谁没见过1吊钱？哎，二爷，把这像样吊快点上去了吧。二爷，把这荷包也上去了吧？哎，别人去拿去，这个荷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，谁也不是拿。拿来。那。像这样的好书，老爷却不许我的。我今天偏要的他一个赏花呀！四大边金玉丝，难得西厢，切苗子，现张生，金星能似盈盈江，莫因三金更比张生啊！贪保牛生不由己，全在此。看女儿的今晚梦与何居士。咦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林妹妹，哦，原来都在这里用功。这样一来呀，可要成功咋归了你你？取笑我做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最讨厌那些旷古名文玩去的八股文章。你玩的这些年，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还不趁早叫我看看。林妹妹，我在这里看这个书，除了花鸟以外，别无一人知道。叫你看，我是不怕的，好歹可不许告诉人啊。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连碗都不想吃你。林妹妹，哎呀，林妹妹，好妹妹，no，那，西厢记。
倾城的梦。呀，猜该死的58堂，龙城镇银子也出来了酒，混账的娃儿欺负人，我可要到句句碰见。林妹妹，将你告。林妹妹，哎呀，林妹妹，林妹妹，好妹妹，我无非乱几时儿人看见，好妹妹，你千万让我这一招，我是一心欺负你。好，明朝呢我就进池子里，让老头娘把我疼去了。那张生一封是关于来生那隐隐放起人呀黄昏后，老娘三声让我老夫人，那为民不前别子有满头。我以为怎么样？你答案是对，猜原来是个人养拉枪头。你说说，你这个娃人，好，我也告诉去。我也要告诉去。你去呀，你去呀。好了好了，林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些了。哎，林妹妹，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好吗？林妹妹，我上回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了。林妹妹，你明天听我这个香台好不好？那可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你是我香台，我也送你件东西。喏，这是北京王送我的，是皇上赐下来的呢。什么才能是哪个的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看得香台。我要香台。你要一个香台，那很容易。好，王氏今后遇上为替你做了，身强比我越为足，越为些，有什么金的牛的？又来了。你这个人啊，难道连亲不结束，后不顺心也不知道？第一件，我们是歌酒姐妹，宝姐姐是两姨姐妹，人亲切也比你远。第二件，你先来，我们两个一早起一长人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谁来的？岂有个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切！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？我为的是我的心。我也为的是我的心。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却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
生育，三高无常，乃成了生子大计，为子，哎呀，为子。太爷，那宋家在苦恼，你还笑你？每日里送往人来打卡牌，闻香口头记祖先，再受恭敬听教诲，唯同下那道生言，是儿民掉落的丑闻上，道得我头昏目眩，实可言。他入了金库寨，没有法子呀。读书，把手还苦。太爷，我来替你当孙子吧。思君一走思无语。亲儿，你的眉毛是谁替你画成这个样子的？画得一点都不美，我来替你给画一下。哎呀，小祖宗，喏，让我家门吧。好，随他你画吧。好。太爷，那。眉间上处也不是水，眉眼好像林妹妹，再听你上眉给一个刚与妹妹一样的神态。哎呀，二爷，你说话等我去问啊。眉眼更像那林姑娘，七八日来了塌塌的，贴了金门金塞。真奇怪，难道眉眼生得好看点，也会得罪神了吗？我偏要把你画得像林妹妹，一模一样。先生，你看我画得美不美？请问你家林妹妹是在家相处那叫别起床，我们的酸辣辣的锅辣椒面，我不死了，你这种先生，没我子就是他为么样子？这都是二爷宠着他的缘故。二爷，你啊，凤凰文在我阳台，阻止的奴婢去挖上来。你放下曾经所念，老爷知道要听着陪。二爷，其实陪的蛮不成。总算你不是真心爱读书，也应该真看出读书的样子来。又是读书。快天色亮了，来，脱下一件衣服吧，来。咦，这里环境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？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个朋友送给我的。是什么朋友去送你这样的东西？哎呀，你少过一些好不好？哎，你
不知交上了些什么三角距离的人物了。好鲜艳的一条文件啊！不知我家爷又做了什么冒着人的事了？再有些风风雨雨被长辈知道，又免不得把红萝卜说在蜡烛账上，叫我们做奴婢的会气。怕什么？我说的全是真经事。不瞒你说，众人亲王府里有个唱戏的，名叫奇观。这条汗巾是他送我留着纪念之物。唱戏的，那奇观从小我上王府，11岁马到西北牙姑父，13岁他已然后门生子海，进了中常亲王府。到如今他名满天下，你超群，谁又知他抬下来比抬上多？他是四吃白酒心不惯，心不惯令人当作王爷奴。我月月想着好押韵，预梦他在我痕迹清香路。二爷就戏子交朋友做这种事情，二爷了。你放下归边前锋分，旗袍旁拼音名声配的舞，沙牌老爷来自乡，家不说少得过。哟，你戏子往来，这难道就完了什么的？皇帝也与他亲，妻子往来什么错？是宝姑娘来了，宝姑娘请进。什么？不欢迎他生吗？宝姐姐，来，宝姐姐请坐啊！宝姑娘请进。你们刚才讲的这样热闹，不知在谈讲些什么？宝姑娘，你看。他就戏子交朋友啊，宝姑娘请用茶。是啊，宝兄弟要是做戏子去交，那倒是叫声担心的。宝姐姐，你不要听他的话。哎，宝姐姐，我心情约出了句谁事，请你看看。那二爷，什么事？二爷，老爷吩咐我来传话，说贾玉成老爷明日一早要来拜访，老爷要二爷准备，明日好会客。又是会客，这是老爷吩咐的嘛？宝姐姐，老爷每逢接待宾客，总是要我也备上，你说这为的是什么呢？那当我是你的常在侧中，身见娘母的，谁不想见见你？我不过是个说中有说的俗人罢了。哎呀，你放了。此情原是贵妃娘娘的宝地，怎么叫声不娘母你？我就不愿意这些落肚门来往。宝姑娘，你听听，他就是这个改不了。世界上哪有个不让我做官的人来往？强要我戏子结交朋友的道理呀。这倒是要改一改才好，宝兄弟。你老子要他来进，再不想到门迎门，自己常理收拾里，你该为做官的人，看清谁是多经济好用人，要为谁此事做成真本领，真应该把错关头去上进，怎能对多无正义不公明？宝姐姐，老太太问过吧，怎么人？你去问过吧去吧。宝姑娘。
家还不罢的吗？宝姑娘，人家好心劝他，他总没参加什么乐多。你想，怎么用不得老爷不生气呢？我醉了。宝姑娘再坐一会吧。不用了，我再去看看姨妈去。宝姑娘最好啊！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啊！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啊！宝姑娘啊，真是心地宽大又好样，真叫人敬重。因儿是宝姑娘，今日要是为了林姑娘啊，不知道又会怎么样呢？林姑娘从来都不会说这些文章话。这难道是文章话吗？真想不到，群内贵国之中也会传上这种风气。